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6月3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寡妇死了儿子，没指望了。我们要读路得记第1章第5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，罗马书15章13节这样说：愿上帝就是那希望的泉源，因着你们对他的信心，让你们充满各样喜乐平安，使你们的希望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断增加。罗马书15章13节。我们知道为人父母最难过的是什么吗？最难过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对于晚年丧子的母亲而言，情形就大为不同。简单的说，研究发现，儿子的死会显著提高年长母亲后续的忧郁症状，但女儿的死就没有类似的效果。再次，作者们推测这样的一个结果，其实背后是文化的使然，是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，尤其是在早期母以子贵这样的一个现象特别明显。因此呢，母亲可能投资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维系与儿子之间的关系。同样的，在早期的儒家社会当中，女性受教的机会极少，也不大可能继承家族的遗产，因此晚年的主要经济依靠就是儿子，特别是长子。所以呢，当儿子死亡，也可能代表着高龄母亲的顿失所依靠。今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告诉我们，拿俄美她所碰到的境况，接二连三的灾难加诸在她的身上。先是丈夫死了，接下来是2个儿子也死了，让我们不禁思想，一个人怎么能够承受得了这么大的打击呢？原本家中只有她一个寡妇，如今又增加了2位儿媳成为寡妇。最重要的是，2个儿子结婚后没有留下一儿半女，这应验了俗语说寡妇死了儿子，没指望了。贫穷的老寡妇如果膝下空虚，就显得分外的凄凉。而最难堪的是，拿俄美曾经有过儿女，后来却又失去，加上她又是一个离乡背井的妇人，孤苦伶仃，似乎所有的不幸遭遇都集中在她的身上。现在的她可以说是一无所有。此时的拿俄米，她无依无靠，生活的艰难困苦真是无以言表。这个家庭所遭遇的患难实在令人感到悲叹。家里的男人全部客死异乡，留下3位老少寡妇，不仅饱尝丧夫之痛，还要面对难以继续生存的生活。现在我们看到，妇女是在这个社会很容易在社会上找到工作了，但其实在当时的社会，一般妇女是没有工作的，没有一技之长。从父母的家中嫁丈夫之后，
要靠丈夫或儿子来养活。所以当我们一开卷就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时，小人物的悲惨遭遇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的心了。对这样的境遇，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够感受到熟悉与同情。这一家人所遭遇的苦难拉近了读者的心情。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经常也听闻或接触到寻常的百姓的各式困境，但以利米勒这个家庭所经历的苦难，依旧深深的触动了我们的心。然而，对这个家庭来说，怎样走出悲情，怎样继续活下去，还不是最痛苦的。有一个更重大的难题摆在老寡妇拿俄美的面前。以色列人非常重视家族的延续，律法中有具体为死去的弟兄留后的规定，目的是为了要让死人留存后裔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，产业无人承受。所以在经文当中，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，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被涂抹了。这是在申命记的25章5到6节。然而我们看以利米勒的家庭，这样的情况更为复杂。其中一个是以利米勒没有兄弟，而2个儿子都死了。寡妇拿俄美无人可嫁，再来拿俄美已过了生育的年龄，所以处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困境当中。从以色列人的传统观念来看，以利米勒家族面临灭绝，家族的地业无人继承，真的是没有盼望了吗？这位上帝真的不管他的子民他们前面的路了吗？这位上帝不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吗？然而拿俄美在一连串的困境打击之下，他对这位上帝还能够信得下去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是你遇上这样接二连三的噩耗，这位上帝你还信得下去吗？所以说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。所以当人愿意回转归回上帝的身边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上帝会指引人一条盼望之路。预知详情，让我们明天继续看下去，你就会看到一条盼望之路。我们来默想拿俄美丧夫失子这样的一个遭遇，对他的信仰有什么影响呢？当你遭遇到人间的悲剧的时候，有没有同样的心态呢？这位上帝，你还信得下去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您在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并没有离弃我们，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为我们开一条恩典之路，在我们感觉到绝望之时，你赐下我们永恒的盼望。祈求主继续用你的慈神爱手来牵引我们走在充满盼望的归回之路。我们让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
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